快就會開始啦。咁請大家喺呢個時間咧，盡快返回座位。咁啊，請大家亦都將你哋嘅手機啦調至靜音嘅模式。多謝大家。各位請就座。尊貴嘅第9世欽千創古靈波車，各位嘉賓、各位師兄法友，大家好！喺度好歡迎大家嚟到出席今晚創古密宗佛教中心30週年暨千人祈願法會。首先自我介紹先，我係李奧林德力，大家好。我哋今晚法會正式開始。今晚嘅主題咧就係無盡意30。無盡意，一切諸法因緣果報無盡，一切諸法不可盡。初發無上菩提心已不可盡，譬如虛空不可窮盡，為一切智法菩提心豈可盡乎？諸佛界定為解脫之見，十方無畏等無盡，因如是等發心，故不可盡。眾生性無盡，教化眾生無盡，知一切法性無盡，故無盡是名菩薩發心無盡。又談波羅蜜無盡，乃至方便無盡，凡80無盡，80無盡悉能含一切佛法，從是得名無盡意也。無盡意30亦都代表住尊貴嘅創古靈波車佢慈悲嘅菩提心。喺呢個時間，首先送俾大家21度舞金剛舞。
今日非常之難得喺香港可以親眼觀看到金剛舞。我哋業障深重，所以冇辦法親見佛嘅慈容，所以透過觀看金剛舞，如同親見慈尊。藏族人呢，相信21位度母呢，能夠救度怨敵、獅子、大象、火、毒蛇、盜賊、牢獄、海浪或水、食肉或者非人等等等等16種嘅災難恐怖。隨時咧喺順境之中咧，亦都可以增加順緣啦，增長福壽嘅，對眾生有情利益甚大嘅。21度母都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嘅化身，能夠度眾生免一切災難人禍，包括地、水、風、火、空嘅災難同埋危險。被度嘅功效咧，更加係迅速顯著。21度母咧有綠色、紅色、黑色、白色、黃色、藍色等等唔同身體嘅顏色嘅，亦都象徵住唔同嘅意義。綠色咧象徵度母加持各種嘅事業，白色象徵度母之身，同時咧表示所有一切法清淨無染。紅色象徵度母之語，亦都表示佢無貪戀，對所有眾生有情，充滿悲憫之情。黑同埋青藍色象徵度母之意，表示佢遠離憎恨，對所有眾生有情，充滿愛心同埋慈悲之心。黃色象徵度母之功德，同時表示佢能夠使所有眾生嘅一切事業增益圓滿。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紹呢一位嘅朋友，佢嘅歌聲相信係伴隨住大家成長。佢從童星至到成為青少年嘅偶像，至到灌錄咗好多得獎嘅唱片，成為一位非常之成功嘅女歌手。佢今日會帶2首大家好熟悉嘅歌，祝福俾大家。首先第一首係《藍月亮》，請歡迎盧雲娜小姐。明月夜，
謝，好多謝，好多謝，好多謝各位。今晚我好開心能夠喺度同大家見面，同大家唱歌，我都覺得自己係好榮幸可以企喺呢個舞台上邊。好多謝你哋。Thank you。跟住落嚟呢，我就想唱翻一首有一隊樂隊咧嘅歌，我都係由好細個開始聽佢哋噶啦。呢隊樂隊就係 Beyond。咁我今晚想送一隻《喜歡你》俾大家，希望你哋中意。Thank you。細大風濕透黃昏的街道，抹去雨水，雙眼無辜地仰望，望向孤單的晚燈，是那傷感的記憶，再次泛起心裏無數的思念，以往片刻歡笑仍掛在臉上，明了此刻可會知，是我衷心的説聲喜歡你，那雙眼動人，笑聲更迷人，願再可輕撫你，那可愛面容，挽手說夢話，像昨天你共我。滿帶理想的我，曾經多衝動，抱怨與他相愛難有自由，願你此刻可會知，是我衷心的説聲喜歡你，那雙眼動人，笑聲更迷人，願再可輕撫你，那可愛面容，挽手說夢話，像昨天你共我。每晚夜了自我獨行，隨處躲，多冰冷。以往為了自我掙扎，從不知他的痛苦。喜歡你，那雙眼動人，笑聲更迷人，願再可輕撫你，那可愛面容，挽手說夢話，像昨天你共我。Thank you，好多謝各位，多謝。俾多啲掌聲，多謝魯雲娜小姐，Thank you Rowena。 Thank you，Thank you，Derek。Thank you。音樂美妙嘅歌聲咧，都係一種嘅供養，可以係温柔，亦都可以係堅強有力嘅。好似跟住落嚟呢一位嘅歌手朋友，
佢唔單止唱得，而且好煮得，成日教大家食平啲啲。我最欣賞佢嘅地方咧，反而係佢作為一個媽媽，作為一個嫲嫲、一個婆婆嘅慈愛。佢自己有6個小朋友，有15個孫同埋外孫，照顧咁大一個家庭，仍然係樂在其中。俾掌聲，肥媽 Maria Cordero。多謝多謝。呢個阿嫲阿婆都 OK 嘅，係咪啊？好唔好啊？我就係6個細佬哥嘅阿媽，15個孫嘅阿婆同阿嫲，身材就非常好啦。你睇下我件衫，唔使做嘅，一塊布3個窿就得㗎啦。人靚啊，褸塊布都靚㗎啦。仲有今日大家個個都係善心人，所以今日個個都好靚嘅。咁啊頭先唱咗好多嘅慢歌啦，我哋又睇咗唔同嘅舞啦。不如呢個60幾70歲嘅阿婆跳隻舞俾你睇啦。我是6個孩子的媽媽，15個孫子的奶奶，快70歲了，還能歌跳舞的，不錯嚇，嚟啦！俾啲掌聲個孫女同佢朋友嚇，唔該，多謝。俾啲音樂嚟，嚟。Check it out. Got a party going on. It's going real strong. If you get with it, we can keep it going. 俾啲掌聲嚟聽下喎。 Smooth to the valley. All the people in the streets and people in the alley. They come to get busy. It's time to make a move. September 9th festival, keep you in the groove. So don't waste your time while it's fresh on your mind. Don't make yourself miserable. Get down to the festival. 又是9月9，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有
我就知道咧，我哋嘅上司咧就講又識講尼泊爾話㗎，係咪啊？我就唔識，我淨係識少少印度文，就好接近嘅，唔知佢識唔識聽？Merah dil ye pukari aja, merah dil gisari aja, bika bika sama asame duka。有人笑啦，即係有人識聽啦，係咪啊？係咪有人識聽啊？我好掂㗎，我語言真係。我就想話大家今晚咧開心啲，一齊唱好唔好啊？我哋證明俾我哋嘅上司聽，我哋係幾咁開心佢嚟到。大家咧電話就唔好開啦，開個電話嘅燈嚟睇下得唔得？開電話嘅燈好唔好啊？係啦，唉掂啊，直情掂啊！今日就係我哋所有我哋嘅上司照住我哋，照亮住我哋，好似個月光咁，同埋一齊唱啊！大家俾啲音樂嚟唔該，大家一齊唱下，太靚啦！哇，好美啊！睇下，你看一下後面，看一下後面，你看看。你問我愛你有。也真，我的海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大聲啲，你問我愛你有幾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輕輕的一個吻，已經打動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大聲啲好唔好啊？你問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哋影下我哋嘅上司，同埋影下今日嘅環境好唔好啊？大家舉高個燈，你睇下好靚，好靚！我哋好多謝我哋嘅上司今日嚟到，俾我哋咁多嘅祝福。我哋大家除咗收祝福之外，我哋亦應該導人向善，做多善事嘅。輕輕的一個吻，已經打動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大家一齊嚟多次好唔好啊？你問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多謝大家，衷心嘅。我呢個60幾70歲嘅阿婆同阿嫲，仲有機會企喺呢個台上，我好多謝今日咁多位請我嚟，同埋我又夠有今日呢個機會，係你哋俾我嘅，多謝。多謝。俾掌聲多謝我哋心目中嘅媽肥媽 Maria， 多謝肥媽。跟住同大家介紹一位嚟自中國嘅女歌手，佢喺雨林裏邊咧生活咗1年，開啟咗佢心靈聲音探索之旅。
為歌為媒，以聲音為光譜淨化同埋舒緩嘅音頻震動咧，去到傳播心聲嘅，為大家送上《百度無心咒》，請歡迎 Nina。
多謝嚟自成都嘅中國女歌手 Nina， 謝謝，非常感謝。我哋一年咧聽咗好多把嘅女聲咧，係咪時候聽把男聲咧？係咪啊？大家想唔想聽把男聲啊？呢把男聲仲要加一副非常之俊俏嘅外表。今日仲有太太袁詠儀坐喺前面嘅加持之下，我相信佢會唱得更好嘅。掌聲歡迎張智霖先生。上美讚，攜手迎風，將釋放慢了的好時間。人生的旋律由高低直彎，孩子的提升憑伴那感嘆，旋律帶過，每段有一種期盼，看着每日清早黃昏，先懂得卻在天懂得磊落做人，無私的犧牲和感恩，正將你共我連繫緊，才越看越美麗，沿路風景那麼的優勢，若人在今世只不過遊客，行過的請放低，原來越愛越美麗，成就今天更好的我，我再度發誓，不怨人如此恬靜多麼矜貴。已是我像一種盆栽，好心態為了悉心的灌溉未來，能剪走辛酸和悲哀，有天壯大到盛大愛，才越看越美麗，沿路風景那麼的優勢，若人在今世只不過遊客，行過的請放低，原來越愛越美麗，成就今天更好的我，我再度發誓，不怨人如此恬靜多麼矜貴。越愛越美麗，年月稀釋了的感覺，以信念捍衛，心似迷，卻已過迷信身份地位，放下你恨過的一切，攜手飛上天際。多謝。愛上了背向你，如何不懂謙卑，去講心中理想，不會俗氣。猶如看得見晨曦，才能歡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來多少驚喜，也許一生太短，
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總要飛，道別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沒有機，給我體貼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遠離，願你可以留下個我曾愉快的憶記。當世事再沒完美，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再見了，背向你，眉頭多少傷悲，也許不必再講所有道理。何時放鬆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說過如何一起高飛，這天只想帶走，還是你如重溫往日遊記，但會否疲倦了嬉戲？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總要飛，道別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沒有機，給我體貼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遠離，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當世事再沒完美，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多謝。有啲掌聲，多謝張智霖先生，多謝 Chilam， 多謝。好啦，同大家介紹一下創古中心啦。咁啊喺30年前咧，我哋喺紅磡咧就開設咗一個小小嘅佛堂。咁啊當時咧只有幾位嘅信眾啦，一齊咧齊聚一齊研經嘅。咁啊咁多年嚟啦，經過尊貴嘅寧波車同埋咁多位嘅喇嘛嘅努力推展之下咧，亦都我哋不斷咁成長。然至到咧，我哋今日咧可以擴充去到觀塘，我哋有一個咧可以差唔多容納600人嘅一個嘅佛堂嘅。咁其實我哋嘅中心咧一路都係秉承住寧波車嘅弘法之道，就係以文化教育去到弘揚正法嘅，以共修禪法咧去到淨化人心嘅。咁信眾們咧，咁可以參加我哋傳統嘅一啲嘅佛門嘅共修之外咧，亦都可以參與一啲我哋年度嘅法會嘅。咁尊貴寧波車亦都非常之有慈心，每一年都會嚟到親臨嚟到香港，去到主持一啲嘅佛學講座啊、放生嘅活動啊等等等等，真係非常之感謝尊貴嘅寧波車。咁其實寧波車咁嘅做法，亦都係希望我哋作為都市人，其實可能都有好多嘅迷惑，所以希望透過佛法可以洗滌心靈嘅。咁我哋亦都藉住呢一個30週年呢一個慶典啦，亦都希望可以更多人可以認識到同埋了解到、接觸到佛法可以洗滌心靈嘅。咁寧波車喺佢嘅分享度都講過，其實30年真係唔係一個短嘅時間，所以我哋想透過一個短片同大家分享我哋過去呢30年嘅弘法之道。路看沙就遠
且足早避过了去，烟多眼儿就大一片。那人过千，我独寄身。天东那里眼儿就大一片。可罗山几家的楼，西山正在唱歌节，春联早来去给瞧，大伯拉你去我所望的。我人过千，我独寄身。大伯拉你去我所望的，下面就是土鸡蛋。可龙公不用人间，叫我打给给咱去，叫上那年我做一说。那人过千，我独寄身。叫声那年我做一说。那么下比嘎儿巴尖，儿米多几袋的面，那是钱让么扎香，昨年拉你当去做姐姐。祝唱過電波車佛體安康長久住晒，帶領創造中心無限過30週年，Happy Birthday！我祝創古寧波車身體健康，長住於世，發夢常住。在创古中心成立30周年之际，我衷心的祝福创古仁波切生辰快乐，法轮常驻。扎西德勒。寧波車古熱衝家啦，扎西德勒。 Happy Birthday！今年係創古中心成立30週年，咁好感恩中心俾呢個機會我哋做義工，咁我哋所有嘅知客組義工，恭喜寧波車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대칭이기 때문에 괜찮 청구를 보채라 아니 투지체에서 시쉐이 되니 다 단다데 쳐서 홍콩라 되니 로숨주 바도 다데 쳐서라야 샵지쉐 중바텔라야 되니 아랑 페미시기 닝기
丁年丁被卡做的全部中松，丁交接成果的目前来呀被突击切是学院的拉巴拉多交接的目前估计下边有人都点呢，等你古苏啦，等你看是估计有人都点呗，你这些没能学院突击切。大家好。轉眼間，創古中心已經30週年啦。不經不覺，油甜酸苦辣帶住我成長。喺呢一刻，我只係想同創古寧波車講一聲 Thank you。中心嘅發展歷史呢，我喺度呢就唔多講啦。相信中心發展到今時今日呢，大家都有目共睹。咁其實喺呢20幾年嚟呢，我喺中心最大嘅體驗呢，就係真正見到一位大修行人嗰份悲心。我30出頭呢，就開始識得創古寧波車，但係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呢，寧波車永遠都係馬不停蹄咁去海外橫帆，去完亞洲就去歐洲，跟住就美洲。莫講話佢係一位老人家，就算我係一個後生仔，我相信自己都頂唔順。亦都有咁多時差啊、jet lag 啊各方面，實在係令佢非常之攰嘅。咁正如《金剛經》裏邊所講嘅無相布施同埋無我度生嘅精神呢，係盡現喺創古寧波車身上。咁寧波車亦都年事已高，我哋應該要好好去珍惜呢位老寶貝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咁守護我哋嘅三味爺，同埋精進咁修行，回向俾法界眾生。同埋亦都祝願寧波車呢身體健康，久住於世，法輪常轉。我相信呢就係對創古寧波車呢最大嘅報答啦。我記得25年之前，我第一次去尼泊爾求六歸依嘅時候，寧波車你欣然答應我成為我嘅金剛上師。當時我成日都有機會親近你，同你傾偈。我有一次好傻咁樣問寧波車：寧波車你有冇神通㗎？你答我唔識神通，亦都冇神通。第2年你再嚟香港弘法，而且重新組織當時嘅董事局，我竟然俾你揀咗去入局。我好唔明點解你會揀一個啱啱出嚟做嘢嘅年青人做一件咁重要嘅事情。之後每一年我都有好多次嘅機會可以好親近你、接近你，講解香港中心嘅運作同埋發展。當我哋遇到好多問題嘅時候，你都會教我哋用慈悲心去解決一切嘅問題。過去咁多年，你喋喋不休咁樣將正知正見嘅藏傳佛法喺香港弘揚，撥亂反正，令到香港嘅善信能夠可以修持到正法。3年之前，我見到你嚟香港弘法嘅時候，係由喇嘛推住你用輪椅出嚟。當時喺台上邊做司儀嘅我忍唔住2行眼淚係咁喺度流。我體會到你對弟子嘅慈悲心同埋愛錫。我雖然今日都仲係冇咩成就，但係你教識我點樣做一個人，能夠將一個頑劣嘅我到今日，你已經喺我身上大顯神通。
永記住這點。生有萬處苦，怎麼打算？發現人性本善相處。但這心卻被蒙於千個煩惱，漂浮困惱有法逆轉。菩提是這心，設法去利眾生眾善人，人人用這心。只想是因為別人，世界變得更快樂，平等心得接近，煩惱散去脫苦解困。今世盡了解，得到指引，要奉行法度詳細，深深悲憫，為眾生見和平歡欣解去沒困，喪故以愛去作護蔭。是這心，設法去利眾生眾善人，人人用這心，只想是因為別人，世界變得更快樂，平等心得接近，煩惱散去脫苦解困，盡意再發心，成這新的責任，十方智慧獻出指引，天足人為眾生。东松节，东千步，吉田康节，可鲁有东，娘巴拉出节，东部呢，瑞加尔布，拉布藏多，出节，马克呢，太江苏，藏多出节。长呢，
상제 리린단도 동주를 리리 종아라 저러지 왜지 세베 제모 멘체네 나라메베 냐로와 옌체제 마리베 문바 탐제 살네 수주 상제당 장주 선배 신康탐제 응섬던 통신 살와라 저러제 엄반자라 알로게 아혼
多謝大家今晚參加我哋嘅千人點燈奇緣 Kamapa Channel。今日咧，除咗係我哋創古中心30週年嘅慶典啦，亦都係創古寧波車嘅80歲嘅生日嘅。咁我哋喺度一齊咧祝寧波車法體安康，法輪常轉，長駐在世。不如我哋一齊同寧波車唱生日歌好唔好啊？英文啦好唔好啊？OK， 1、2、3。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咁我哋請阿 Chila、Maria、Nina 同埋 Rowena 代表我哋送上祝福俾尊貴嘅第9世創古寧波車。咁即係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我知道咧，大會亦都準備咗一啲嘅紀念獎座咧，要贈送俾我哋今日表演嘅嘉賓嘅。咁我哋麻煩工作人員。好，我哋麻煩。我哋請寧波車，係啦，我哋請寧波車。我哋先，我哋俾 Chilam， 俾 Chilam。好，亦都要多謝 Maria Cadero。要多謝盧雲娜小姐。謝謝 Nina。
我哋亦都想趁呢個機會咧，致送紀念獎咗俾Campbell Choi。Campbell Wangzhou。Wincy Wong。Jensen To。同埋我哋21度舞金剛舞嘅舞團。21 Dara Dance, the dancers for 21 Daras。我做drama唱嘅講呢，即配落這種不少錢。好，亦都喺度咧，請大家咧俾多啲掌聲，我哋今嘅所有嘅義工朋友啦，佢哋不眠不休咁為咗我哋今次嘅活動咧，作出好大嘅努力嘅。咁為咗答謝我哋今次中心30週年活動嘅義工咧，咁中心特別咧就係贈送裝有創古寧波車加沙布碎嘅架烏。好，我哋請我哋義工朋友，我哋所有嘅義工朋友。龍德加沙一絲掛其門上，則免今次了難。呢個係佛經上高嘅記載嘅。又有一犯人被捆綁棄至曠野之間，剃髮鬚求覓加沙，遇得一片自係其頸，得免羅剎鬼魅之難。可見記載咧，乃至一絲加沙咧，具有無量嘅功德，能滅無量嘅災難嘅。我哋請所有嘅義工朋友可以都到台前，唔該。
好，最後我哋想同所有嘅義工朋友咧，我哋嚟一張嘅大合照。好，義工朋友可以嚟前面啦。好，睇中間大會攝影機啊！好，我哋前面嘅朋友可以退後少少，咁嚟俾大會嘅攝影師可以影到呢一張大合照啊！好，我哋俾多啲掌聲，多謝我哋所有嘅 Campbell、所有嘅喇嘛、所有參與嘅大德，我哋表演嘅所有嘅藝人朋友，多謝晒。好啦，而家喺度宣佈咧，創古中心30週年無盡意慶典圓滿，創古中心會繼續以文化教育、弘揚正法，以共修禪法嚟到淨化人心嘅。咁啊，請大家。我哋請大家起立合十，我哋熱烈嘅掌聲，恭送尊貴嘅第9世堪稱創古寧波車。喺度再次代表中心好衷心咁多謝大家參與我哋今次嘅活動，亦都多謝大家護持中心嘅成長。咁喺度同大家宣佈啦，我哋今次嘅展覽活動咧亦都圓滿結束啦。咁喺度好多謝大家參與我哋呢2日嘅活動嘅。咁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大家。我哋嘅展覽館咧，其實已經結束啦。咁喺度再次多謝大家。咁我哋都多謝大家參與咗我哋嘅活動啦。咁我哋今次嘅展覽已經圓滿。咁啊，大家亦都冇需要再排隊啦。亦都我哋未能夠再次進入呢一個會場嘅。多謝大家。